家己溪口溪东村的中正路有一条巷仔，弯弯弯弯，哪像一个迷宫。其实这条古早的巷仔是在地秘密通道，是较早囡仔要去读册咧行细条路，是在地人成长的基地。说讲真侪在地团体，亲像葫芦hen，就邀请表演团体利用这巷仔内的景点设计表演，展现地方的故事。对着表演者的脚步，民众今日去巷仔内准备要看表演。有人伫柑仔店内底讲故事，嘛有人伫水济边仔咧跳舞。在地村长讲，这条巷仔较早是囡仔要去学校读册的小路，所以是真侪在地人成长的基地。咱这条134巷，这是古早的这通道，咱那个号做秘密通道。你啊，查到要遐摕物件要创啥要出来，唔知好出来啦，较歹走啦。算讲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所在就对了。对啦，对啦，对啦。嘉义县溪口乡在地文化团队邀请外县市的艺术表演者，利用巷仔内店家或者是无人住的厝，设计甲在地有关系的主题来做表演，希望透过这个演出，让大家更较认捌溪口。会当透过艺术的表演，互咱溪口遮更较侪人熟悉咱溪口吼会知影讲溪口较早有啥物物产啊吼故事啊透过新的艺术的表演的方式来甲即个物件带互咱做者溪口的乡亲。本来无啥人啊，囡仔少啊，你看，对啊，这小朋友来啊，都大家来看，变较侪，算较闹热啦。主办单位讲，表演团体伫规划主题进前，拢有先来溪口做过调查甲行读。伫这条弯弯弯弯的巷仔内底，透过各种无共形式的表演，唔但展现因这段时间对溪口的感受，嘛希望替溪口带来新的文化体验。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